各位中六嘅同學仔，好首詩啊！而家已經係2013年4月11號凌晨1點23分啦。見到老師個樣係咪好殘好攰呢？係啊，啱啱開完會翻嚟。我呢睇咗你啲 Facebook 啊，嗰啲 messages 啊，我好想一一去應啊。不過可惜老師真係冇辦法去慢慢逐個去回應，所以呢就拍段片同你哋傾下偈。今日呢，今朝早呢考試嘅係咪啊？我一打開份卷嘅時候呢，我真係忍唔住呢個嘴角呢翹咗上嚟，真係好開心。多謝你哋嘅報喜。睇到份卷呢，諗嘅即係嗰種我哋一齊相處咗1年、2年、3年呢嗰份嘅滿足感同埋成功感啊！Kosa 老師同學都知道老師好辛苦，但係其實最辛苦個係你哋咯，因為朝頭早6點幾就着到校服，一路返學又要補習，又要捱 project 等等，到夜晚好夜，甚至乎都捱冇一點瞓，行到嚟而家一步通識卒之考完啦。老師呢繼續去撐你哋，知唔知道啊？你哋呢真空式暫時擺低暫時擺低，繼續呢就再去呢前面嗰一路，前面嗰科咬緊牙關繼續行。你記得嘛？你哋好中意嗰句呢：關關難過，關關過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哋通識小勝一仗啦喎，我哋贏了啦喎，繼續 keep 住個 EQ， 俾心機行落去。老師撐你哋，我哋之後再聚，加油啦，保重啊，拜拜。